一年宝宝公嘅好把水了講下，影響活活輕輕。嚟到透過去到農農下房租嘅刺激方面，啲去年爸爸冇啦結婚菜過後，做下變態咧。本地房租嘅好把行出現咗兩嘅沙沙差，怪數件千零好把大嘅沙沙。三排內上留下來嘅專家，還能看到清清楚楚。保利提起房租公司提少咗刺激，兩下就下冇人入。農百嘅蔬菜吼，都會給你換做給你講解中心，哦，都是個解說台。農百嘅有一個給你解說台啦，啊個呢救生員吼，我上到個你台上吼，同個你遊客。解說吼，用於做安尼救生衣。批出本單係勞農海房租嘅體驗，不過兩下實質掉冇本台水打鐵嘅水呢，用穿打對嘅救生衫，留安全帽啊。在哪裡？今年你都壞了嘛？咱隔壁有一個倉庫啦，我覺得看見嘅有一個大倉庫，嘅地保順嚟都冇壞了，太水出咗。打到兩打過。嘅搖嘅門馬打開來，啊嘅順嚟攏走出去，走出去太路空攏搖，啊個重新營業吼，嘅就順嚟攏一個經過一個賣過嘅，嘅只嘛做好賣過嘅，我冇法嘅。中聰明講，保利房中入閘，單場係總批落財務損失，出入2000萬元多。海南是講負債之前嘅好光景，落兩下就收漲結態。農百人同貨價差唔多要到10萬元啦，10萬一個人平均差唔多啲600安尼，差唔多有5-6千萬啦。還有案件是兩個入下屋出來人員呢，每個東西唔係上門，前後擺工廠到底乜嘅時間就會做好，半幾度就得恢復營業。你有足個所在，你有大家清了啦。啊，但是好，佮落落來，伊個規個攏總佮塌嚟啊。但是愛整個速度愛緊啊，真正愛緊做好吼。啊，你恢復緊，啊，當然到這個明年的雨季前啊，雨季來的時候，可能老龍溪就可以換作了。整個高屏溪流域啊，哈，包括旗山溪、老龍溪、愛寮溪，在河道內有差不多2.5億萬立方的一個沙石。那總共我們到目前為止已經疏浚2300萬立方，哈，2300萬，但是跟2.5億其實差不多，也只有1/10呀，啊，1/10的一個量。好像佢講，按到嘅沙石維持5-6年，好把就會達到基本嘅安全標準。5年過後，希望到底恢復好把水自然減磅減價嘅機制，做住房中入閘，對晚年做得高專業嘅期待。一場就冇嚟。爸爸風采回歸照料會提起，公共業受損嚴重，照苗林國家風景區嘅統計，保利不落本產區嘅銀行因此，2007年減咗72萬因此，2008年46萬人因此，2009年就為風采關係，比前一年少8萬人因此，今年到6年代為止，3萬人因此。因為說係保利最鬧熱嘅街路，透過現今應該好光景走出看唔到咧。3股就2股客家嘅店屋都充滿別府。3份漲2份啦，差2份係啊，差錢多啊！像較早生意嘢講擺到禮拜吼，安尼規街路攏做嘛雜雜嘅人啊，啊你睇看連安尼山莊啦，啊做餐堂嘅攏種有嘅數。主路跟農種這辦這位啊，安尼啊，辦槍槍去啊。現在客源少，等於是一天，平常的話，也他1個2個在問而已。假日的話，他大約5至6位而已。你等於是沒辦法經營。本山山中人工有傳講，當地嘅食唔通。去年風采過後，只會路過唔得，冇生意，幾未聽人聲音。再後半年，就轉到山中做事。
条杆用药咸，按专业来做，就算一公元800元啊。啊，他做人就专业的呀，哎2万人元呢，还有他模范都要做2到3万元啊。啊，你还要差唔多要2万4、5啊，用起来，所以差一半啦。他做有重的些个啦，啊做啊全部安那出来读啦，啊是讲俩哈，多俩还有过1年呢，啊前面读都差唔多的。都有温泉啊，只是说露天18水疗哈，因为新疆目前不敢开放，因为目前哈人少，你一开放的话，它一天的话消耗电啊、油啦。那一些差不多将近要1万多块的开支。除咗摸块天下18，当然就开门，最少出来3000人元本钱。不过入闸喊起，压力压紧，看下个电影行来。就是目前在整修啦、维修啦，还是做整理啦。啊，客人来的时候不会感觉说我们这边荒废掉啦，还是怎样子？这样子哈，是在等待客人再重新出发啦。还可以等多久？还可以撑多久？不知道呢，只是我们在很期待。苗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针对在后路管理组包含山皮生态展区、台水水冲、深海海生态群5拿到，只为路过唔得，挑战也係好把炖嚟奶茶唔建議去。下那部落本餐嚟到蔬菜，經過專業嘅福建，雖然建議就得去，不過部分嘅路段還係會行好把偏頭。现在以住宿方面来讲的话，我們山莊業者這邊都已經準備好了，只是我們的遊客對這些的訊息還不是很清楚。入咗準備好咧，不過交通唔利便，影響從唔敢去。真的速度会太慢了啦，因为我们这边等于都还没有动到，还没有用到，所以客人来的还是战战兢兢的。冇咁慢啦，因为我哋所有嚟講嘅報告6季向嗰邊進度過急啦，最急嘅啦，因為我哋每按呢都發包嘅啦，因為我哋知道說六桂鄉整個一個重災嘛，人口數也是交通非常的一個急需嘛，所以說我們大概規劃的話都會從六桂鄉這個一個軸線它的重要幹道來執行。氣氛而講，最慢猛年年代，除咗喺恢復到在前本地嘅狀態，唔講入閘更加捱夜落去。觀光業就係講大同嚟了解經濟，觀光業嗰發展起來，其他產業就大也起來。除了交通問題，爸爸在後才替民眾們開始思考，了解珍貴容容扮演嘅新面貌來相迎合。尼泊老温泉區塊是屬於玉山3號省道的部分。就是縣道的部分，所以是由縣政府這邊來做統籌。那就是寶來地區，它是屬於南橫公路，是屬於省道，變成是大家可能，我們是希望是以我們協會的角色，是大家都一起去運作，可是很難。對，這就是聲音，有些不同方向的聲音啦。觀光的復甦不只是政府有相當多的責任啊，除了從道路交通或者是有關景觀的一個改造之外，我想業者這個部分可能也要重新再思考，說這未來的開發，甚至有關遊憩的一個功能性的一個提供來講的話，到底要給外地的遊客哪一些什麼樣的一個服務啦？除了公共交通，如果農業未受損嚴重，農農海順、新氣、新會、新料3隻客家種500人公田的2天，除60超過200公田。全部田，全部人啊！你反山連湖，全部落去，啲嘅太話上出，全部嚟啊！自己做下大係定揾大係多呀。過去啊，佢只嘅全部一塊都係田橋，都晚上我一下大係咯。好，要擺安尼土石流，好嘅一代，我嘅一代，佢上輩嘅3位流下來哦，水一塊都比松橋樣嘅。水準嘅水見了，不過你做下係冇大潮上來嘅，只為800風采快睇嘅水準，到呢下係蠻正好。水準全部打壞槍嚟咩？嗰種臨時按啲儲水機哈，水利啊，按啲儲水機儲嘅半年9級樣嘅啊，地方做好嘅時間，一個進入上路水利會嚟做，香港啊，現在想訂安尼，係訂地方嘅部分安尼。地方咩唔哪嘅時候好？
周伊个计划是讲啊，今年8月的，今8月要多的咩？哦，要预期多的，如果延后，咪延到明年的呀，哎，都因土的啊。河川体啊偏拢，大部分的农体拢被太水种起来，啊种起来过后呢，真多北乡伊拢无乜个事业，啊尤其青少年，吼嘛无乜个事业，吼做因为那种反酸啊、莲雾啊等，尤其农体的产销班嗰度吼。 增加咱们产量加归少啦，伊产量加归少，米一年呢生发只有往下降，无往上提升的那个现象，一年来啦无往上提升。帮种菜啊，哦，帮对面湖啊，哦，自然啊又是人工，哦，来做人工啊。第4位23村，大部分农民都系漂河川体耕种，不过照两下嘅法令，河川体本太水大體，冇辦法得到再順配送。 不過農民係講想去漂其他嘅農田，但冇田草漂不到。嗰度農民想去承租私有地，但是呢，在私有地嘅部分啊，嗰度係呢大地主原本身嘅屬項，原大部分唔願意去承租本案嘅一般嘅農民啦。啊，我現有嘅河川地，有等於比仲係限財嘅，唔要無法度去本案嘅種個建作物，都等於那個安尼啊，係咪去雕匠樣嘅？ 在河川區域種植規定，河川體是到嚟種50公分以下嘅帶光作物，對長期喺河川體種植3尺下高嘅木瓜，所以呢，嚟到高光作物嘅農民來講，生活會受到嚴重影響。啊，伊迄唔好係耕種，係都冇投入嘅啊！生活會陷入，你下去唔是捱講吧？你應該想得到啊！ 亞公日本時代啊，就睇嚟開墾，到亞巴搞得到藝人第3代嘅，第7河川局切占藝人的土地，也係藝人切占第7河川局嘅土地，私自來佔有這個地方來從事一個農作物的一個耕作行為，都會被界定為竊占，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以竊占來移送，比如說你這個一侵占，我們就是10萬起跳。 應該去治理伊，你該規劃一條線俾去行，唔係俾佢泛濫啦。哦，啊來博唔做，俺哋呈現嘅軌道邊，滴水護岸伊嘛唔敢人做。河川內的高灘不屬於治理的範圍，哦，那就是是屬於這個等於說自然河川的一個沖刷的一個地點，所以在河川地的使用上，我們一向是用許可制，哦，等於說。 我不會去保護你這個高灘。河北風采促進高平海兩片鄉鎮重大損失，提起河川口先前不應表明，對河北衡水區個問題，從基本嘅違法使用，冇條件查駁處理，執行唔確實，本港突然用盡，所以提起河川口結節為照顧行事。 香港在高平海高光作物老會計劃創造出5年執行計劃，農農海團按數目地就把控制年執行，問題之後確實係提升為作為。不過，兩條農民係個冇提好講，以為用嘅神腦。爸爸在後2年到轉移6季看下，福建工廠技術進行，不過前途實總係唔落腳，當問題係冇解決，當人喊啲解決。有咗風采季節，係冇恢復嘅6季產業。製造地區冇個受到傷害。